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各位弟兄姊妹，请起立，让我们透过连线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来欢呼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战胜黑暗权势，再一次大声呼喊，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的生命复活，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旱地，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彼此平安，彼此负责你。让我们一起来拍手击掌。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战胜黑暗权势。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的生命复活，你要震动天地，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旱地，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彼此平安，彼此负责。再一次，你要震动天地，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旱地，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彼此平安，彼此负责，你彼此平安，你彼此平安，彼此负责，你再一次，你彼此平安，彼此负责你。我们将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主。是的，主啊，你必赐平安，必赐福这地，所以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想要的告诉神。是的，神在天上，他永远也不会改变。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它不改变。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
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它不改变。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它不改变。慈爱不变，恩典不变，保护我们不变的上帝。我们在日光之下，可能会面对许许多多的困境、挑战，但是在日光之上，依然有你在护卫着我们，在看顾着我们，在带领我们。虽然面对大环境的瞬息万变，你依然用你慈神爱所不变的爱在护卫着我们。愿你是我们，虽然我们在线上这样的聚会礼拜，你的灵依然与我们同在。你赐下你的圣灵，让我们认识真理，让你的真理叫我们在这害怕当中能够得着自由，能够有平安。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先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我们要因应这样的一个疫情，所以我们一直到2月14号，我们都是用线上聚会的方式。那请我们弟兄姐妹来配合。所以在这段期间，我们有一些的聚会都是暂停的。那新春还有新春我们还有14号的今天我们都是用线上的聚会方式。那我们在3月7号我们会举行今年度的第2次的圣礼典。那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请在2月21号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那因为这段期间没有办法来到教会做礼拜，请你用我们线上的方式的奉献，或是拿到教会我们的全职同工还是有上班我们来看看有几个方式，有这个透过银行有一个 QR code， 还有邮局、网络银行的转账、用汇款的这一些的方式，或者信用卡的奉献请弟兄姐妹能够真的是用祷告心来经历上帝丰丰富的恩典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那我们也看据点因为市政府有公文那我们从1月25号起就全面暂停服务，那直到政府的来文可以开放，我们才会继续的服务我们这些长者。所以德福社区关怀据点目前是暂停的。我们109学年度的第1学期生日助学金已经开始申请那要申请的请填妥申请书，那并检附成绩单交给这个语文干事我们收到3月28号截止。那原定在1月24号下午1点于本会2楼召开110年度的互助社社员大会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所以延到下个礼拜，就是2月21号再举行地点依然是在教会的2楼。
那其他的我们就自己看哦。新春期间我们全职同工是放假的所以如果有要事可以透过牧者的手机来做联络。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金句，来念2遍，一起来。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诗篇103篇第4节，再一次。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诗篇103篇第4节。好，那我们要来领受上帝的话，我们会请刘牧师带领我们来读上帝的话语。那透过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行在上帝恩典的道路上面。弟兄姐妹，新年恭喜！主赐我们平安和这个福气。什么是平安呢？我想我们都知道它不只是是我们让我们过得很舒服，不只让我们过得很顺而已，甚至于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实在是十之八九。所以那个平安就是让我们即使遇到很困难的事情，我们仍然有一种的这个信心，有一种的勇气，说知道主你一直都在，主你赐福于我们。好，那我们知道那个福气呢？平安福气，福气是什么呢？是恩典的冠冕。我们刚才有没有读刚才的金句？有吧？那个冠冕有什么？有仁爱跟怜悯。好，所以感谢神，让我们一生一世跟随神，神赐给我们平安跟福气。我们要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要记载在诗篇103篇。诗篇103篇，这是大卫在晚年的时候在所写的一个诗篇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有这个人生的智慧在这里面。那就像应验牧师手上的这个马可龙一样，马可龙有没有上下这个是有看到吗？给个镜头吧这个篇诗篇很特别除了它是103篇，今天是初三然后呢，这也像一个三明治一样就像这个马可龙一样，上下呢从开始到结束都是我的心我的心所以可见我的心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恐怕是那中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等一下来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是来仔细来读音乐牧师来那个带领大家的时候，读的时候，你可能用你的左右手可以来算一下。这里呢，这段的经文读了以后，让我们这个今年以及一生一世都会伤怎么样伤心情很轻松我们也会过的这个日子不管怎样子，你仍然手头可以松松的，不会很紧紧的，这好吧？所以我们呢就要来读，那这中间的当然是很重要的。你会发现神的慈爱在这个经文里面会读3次，除了刚刚有讲的上下我的心会读3次，会出现3次。那中间这个宝贵的呢是神的慈爱，慈爱也会出现三次。哪3节呢？更重要的是，神既然慈爱，那么我们人呢应该怎么做呢？敬畏也会出现3次。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来。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和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也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要来称颂耶和华。我们称颂3次，我们的心就会自在。而且怎么称颂，那中间是很宝贵的。在大年初一，尤伯鸿牧师有教导我们的心，神如今已经从石头的心把我们换成新的心，所以我们新的心，我们就可以来赏，我们就可以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那么我们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让我们整年心神都可以自在呢？我们要来看我们我们的一生当中，怎么样子在神的手中呢？有一个过年期间，我想我们家里如果有小孩子，就是带来很多的欢乐哈，也会带来很多的盼望这个小孩子总是让人怜爱的。3岁的小男孩对3岁小女孩说：“我爱你。”3岁的小女孩说：“那你可以为我的未来负责吗？”小男孩说：“当然可以啊，毕竟我们已经不是1、2岁了。”亲爱弟兄姐妹，听起来这3岁男孩蛮懂的嘛。但我们来看看1、2岁的孩子，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影片。哪个你？这个我。你怎么了？这个我。你怎么了？妈咪，你可以告诉我你怎么了吗？我那张照片怎么了？没有不？没有你。你说那一张吗？是那一张是不是？那个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啊。妈咪，你还在我肚子里耶。你还在我肚子里啊。这样可以吗？不行，那怎么办？我想要有我。换一张有你的照片，可以吗？妈，亲爱的弟兄姐妹，妈咪，我们是不是常常像这个孩子？而妈咪就像我们天上的父，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为什么没有我？哎，哭得有够凄惨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2020年，我们也像这个1、2岁的小女孩一样，对我们的天父说：“天父啊，你是怎样的上帝？你在乎我吗？你在吗？何以我们2020年过得这么凄惨？”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一直都在。我们过得不会惨兮兮，而是我们有神，这位神他在乎我们，我们会笑嘻嘻。
那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呢？因为有时候神要跟我们讲有理也说不清，就像刚刚那影片的妈妈，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们还没有长到那样子，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位上帝，不认识人生是怎么样，甚至于我们都没有认清我们人的本性是什么。当然我们一直知道神如果不在，我们心就不安，但神你真的在吗？神有在吗？如果你在，什么原因会发生这些事？神主，如果你在，我遇到这么痛苦的事，你忍心吗？你在意吗？你在乎吗？是因为你不在意，还是因为你无能？就像刚才那个父母，有理也说不清，这个怎么讲给1、2岁的孩子明白？和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我不在，我为什么不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许多人遇到痛苦的事情，很难当的事，特别2020很多人的失业，甚至于没了生命。也或许我好不容易一天我才开业，结果就有确诊病例从我家门前飘过，然后我就有2个礼拜又飞走了。或许我现在正年轻，我有一心一意要把自己献给神，但是当我进神学院的那一天，却发现我得了癌症。而不多久的时候，我需要去面对的是我的生命的征战。我们或许有许多的，我们不能明白，我们甚至于说：“主啊，你在吗？上帝，你在吗？”有个年轻人，他刚结婚，他的太太怎么样都不信主。然后有一天，他太太发现癌症，而且马上就变，很快就末期了。他不知道怎么样让他的太太有那种永生的盼望。有一天，他从那个书房旁边过去，看到这本书，上帝你在吗？他就买回去，但是他还是在祷告说：“主啊，我讲了他都听不懂，他都不想听，因为他很气。主啊，恳求你让他感受到主你的爱，虽然他不相信你。”他回去以后就把这本书摆在桌上最明显的地方。他的太太竟然拿起来看，而且一边看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亲爱的，你的上帝在，我愿意相信。”2个礼拜之后，这个太太就过世了。但是仍然是有盼望，上帝仍然在。因为在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神也没有应许他一路会平顺。这个在出埃及记3章而已，神就应许他说什么？我必与你同在。虽然你说你左口笨舌，虽然你说我这办的了，我都凭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凭你，是凭着我所相信的这位上帝，与我同在的这位上帝。因为他与我同在，以至于我纵使遇到困难，我都可以往前。因为神的心意，神与我同在，我没有再怕。到了新约，耶稣他要这个最后的要上十字架前的时候，他甚至给我们这世上的人有这样子的保证。怎么样的保证？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约翰福音15章26节，来，请。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神赐给保惠师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只要有一口气在，只要我们相信，甚至于亲爱弟兄姐妹，你还没相信的时候，有人就在为你祷告，特别是这位爱你的神，你的家人，他为你祷告，让你感受到神一直都在，而且神很在乎你的感受。如果我们越知道真理，我们就越能够知道神非常的在乎我们。我们这个不久我们才读约伯记，约伯是这么样子完全的人，而上主跟这个撒旦2个人聊天，然后神就允许这么完全的人，他会得到这一些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着不是只有享受，因为我们会像尘土就变不见。我们是要在我们还活着这一生短暂的人生中，我们认识这个
得到这个真理，甚至我们认识这一位赐给我们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的这一位主。于是约伯怎么样？他很气，他甚至于气他3个朋友。他3个朋友刚开始七天表现得还很好，就在那边陪伴，没有说什么。但是到后来就开始讲一些奇怪的话，甚至很伤人。好，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所以你这个人遇到这样，一定是怎样？点点点。于是约伯他很气，他甚至气上帝说：“上帝，你赶快出来！你出来，你出来讲！我要问你，我相信我问你，你一定会回答我。”上帝终于到了30几章出来了。上帝有回答约伯的问题吗？上帝用问话，他不是回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问你哦，就像约伯被问了2次。上帝怎么说？说约伯啊，这海里面那个怪怪的兽，好，我创造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知道它是怎么样吗？约伯说我不知道。不知道，好，没关系，再一题。那路上那个在走的怪怪的那个，你知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于是约伯2个不知道，他就知道了。知道什么？知道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像那个小女孩刚才一开始前言的这个小女孩一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不明白，但我们不要说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说就是胡说。我们说主啊，我不知道，我现在不明白，我何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就离真理更远、更近了。那么上主就对约伯说：“对。”透过问话中，约伯已经臣服相信。他都懂了吗？他都知道了吗？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与真理越近的时候，或许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愿意相信吗？因为你如果都知道了，对不起，这就不是信心。正因为我都不知道，我愿意相信，这个是信心。所以我们知道神在意我们，在乎我们。我们不会只是曾经风闻有神，神要我们经历他的能力。当然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他什么能力都有的，而且是各方面的，你想象得到的，他有全部的能力。你或许会说，我要来挖一挖神，来问一问了，往下挖，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你真的能够解决吗？于是就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就在想，主啊，你呢？你真的是什么事都是做得到吗？到了耶利米书的时候说，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哪有难成的事？真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问号，我们怎么回答？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难成的事吗？岂有难成的事吗？神对你我来问问题，因为这一位神是从过去、现在到永远都是全能的神。你会说，我还要问哪一题？这一题。既然上帝你这么全能，我还要往下挖，我还来问你，好，请问你能不能造出一颗很大的石头？这颗石头必须大到神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推动。神你来回答啊。亲爱的弟兄姐妹，问这个问题的人怎么感觉很像曾经问过这个耶稣的人？这个是陷阱题吧？如果神能够造出一颗很大的他自己都推不动，那么推不动的这一位神他还全能吗？好像怎么回答也不对。说那神不能造这颗，不能造，那你还是全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信仰是要用这个逻辑，是你的逻辑哦，不是神的逻辑，那么你一直挖，往下一直挖，一直挖，你快乐吗？问题就在于你相信吗？约伯虽然他都不知道，他3个不知道以后他就知道他不知道，但是他决定要相信他不知道的那些，神必须会带领他来认识。
这个新冠状疫病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要对我们说话，说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病毒写的一封信，我们收到了吗？这些我们听见了吗？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要透过这一次神的提醒，我们要领受神的爱，我们也领受神他一直都在。神在，我们的心就会自在。当我们过去，我们或者是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好像不自在，让我们心里难过，或者是让我们过不去，我们怎么做呢？诗篇103篇分3部分。第一个，我们不要忘记他都在。怎么知道他都在？来咯，他赦免我们一切，他要医治我们，回向神要救赎我们。神用仁爱跟慈悲成为我们的冠冕。
也就是神要赦免、要医治、要救赎，不是让我们头这样很低说对不起神，我对不起你，我要谦卑一点。没有，神说我要用一个冠冕让你戴上去，不是觉得我抬不起头，而是我仰望神，而用仁爱跟慈悲成为我们的冠冕，这就是我们的福气。我们回想，神他用美物给我们，什么是美物？就是圣灵，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可以像孩子一样。孩子是很多我们可以学习大道理、真理、大哉问的。圣灵使我们真知道像小孩子一样，完全信靠神，跟神就是说，主啊，你救我，唯有你能救我。主啊，你用你的办法来成为我的办法，因为神是公义，神为我们来伸冤。如果我们忘记了，请你不要忘记，想一想过去神怎么样子来拯救我们、赦免我们，怎么样用仁爱跟怜悯成为我们的冠冕。他赐给我们的美物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那么当然同在，我们要高兴，我们很勇敢，我们会知道我们有勇气。当然我们也要谨慎，神是公义的，我们有做错事要赶快回转归向神。那我们如果别人对不起我们的，神会帮我们来伸冤。当然这个诗篇更重要的是将来呢，不是只有过去不要忘记而已，还有将来。将来是让我们领受神的慈爱跟法则，我们照这样子去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可以认识这一位神。刚好我有说我们伤，不是讲假的，3次我的心啊，神要更新给我们新的心，有3次神用他的慈爱来爱我们，3次提醒我们要敬畏神。我们敬畏神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在家里礼拜，线上礼拜，请问你穿什么？请问你刷牙洗脸了没？请问你知道神与你同在吗？神都知道，都看见了吗？你有没有吓到？我们要来看一个影片，我们要跟小孩子来学习。快点啊！你给我玩手机，你给我带手机。你看你那么激动，你不是说不要那么快就讲完了吗？你看我手机里面，你讲话，要动啊！是你很激动。你我说我先想带手机，我也是要带手机。你先放下棍子，然后用手打就了。好，你看，到我发抖呢，你看到我在发抖。我不管你在发抖。有没有看到我一直发抖？我不管，放下棍子，对架，然后拿手，我看看有没有拿好。拿手。对，轻轻的打，这样打，手，这样打，对手，这样打，你不要这样，手。这样打，手很痛，你要棍子还是用手？用手。好，手呢？还那个带手机。我看到你了，你想这样打我的手？没有手。再啰嗦，你闭嘴。闭嘴。你是闭嘴，我们两个，我先跟你讲，我们两个闭嘴。好，手。好，我看到，你怎么样讲？我刚讲说怎么讲？你想这样用力的打我手吗？没有手。我说这样而已啊！你看我怎么要这样动哎？有痛吗？有超级痛的，超级痛吗？用棍子，那超级痛，用棍子。当然不要嘛。过来这边。那你先放棍子，看，这个我叫你用手打好，我的来这边手。我跟你说。对，就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音乐牧师也常常这样我们好像犯错了，我们都发抖。神啊，你看我有多痛苦，你看我都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发抖就是敬畏啊。我们会不会讨价还价？轻一点，对不对？轻一点，那是摸好不好？但是我们的神真的是慈爱怜悯，他指示我们
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他。我们的孩子也需要我们指示，让我们按照神的法则，他是赦免我们，使我们可以重新再来，但是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儿童的礼拜。这一天的儿童礼拜，其实经文跟我们今天都是一样的。所以请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孙子，或者是你所认识，你在哪里过年啊，你就在那边一起来看哦。我们一起来看儿童的礼拜阿嘎佩。那么我们会送您这些东西，前6名要记得在2月17号之前录一小段你跟你的这个孩子一起来礼拜的情况，然后 po 在我们的教会迦南教会的粉丝网。粉丝网就是刚才那页哦。如果你还没有这个 QR code， 你可以 QR code 一下。好，那我们把我们从神的领受，我们也让这个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按照这样来遵循，我们是可以成为蒙福的人。再来，我们怎么样子认我们的罪，神也赦免我们以后，我们就要来赞美我们这位神，让我们认识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不是按照我们想做的，而是听从神的命令，成全神的旨意。而这些呢，只要所以这些连大地，我们刚刚看那个影片，连这整个大地都要成为可以来赞美神，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的来毁坏这些宇宙万物，他在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用我们去到这个大自然之间，去读这一本神给我们的这一本大自然的圣经。一切的被造之物，我们都值得我们从他们身上来学习，都要来赞美，来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用全人全心全意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心意就能够更新。我们就会发现，我怎么心情轻松了，伤了？怎么我的手头也伤了？怎么我跟家人的关系也不那么紧张，也伤了？只因为103篇神要赐给我们。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今天的儿童牧区的礼拜有讲这本绘本是非常有趣。我只有告诉你们一点点，你们想知道全部，那你们就要去看儿童牧区的礼拜。这本书叫做一直挖下去。有2个小男孩，他知道这底下呢有那个珍贵的这个钻石，于是他们就一直挖。你有没有看到2颗钻石，一个在狗的下面，一个在上面？其实他们已经挖很久，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挖到。但是那只狗站在那个钻石上面，只差多少？一点点。但是这2个男孩子都不知道。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对不对？于是他们又一直努力，一直挖下去，一直挖。但最后有没有挖到呢？他们错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中，我做错什么事让我心难过？但还有另外一个错，你也会心难过，就是错过。早知道去年的现在我都买台积电，早知道。错过你懊恼心难过，但是神今天用103篇再次来提醒我们遇到大灾问，主啊，你在吗？主啊，你在乎我吗？主啊，你是全能的吗？当我在问这些大灾问，这些逻辑的问题，我是一直往下挖，而不知道答案，我就不相信你。或者是说，主啊，我一直往上望见这一位云上的太阳，感受上帝的同在，也要来赞美这位全在的上帝呢。云上的太阳，最近我们在读传道书，好像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就像103篇里面讲，我们就像尘土，我们会过去，但是神这云上的太阳是永恒的，他却与我们同在。他这么看重我们，在我们有限的人生中，竟然可以跟他一起来连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
上太阳，云上太阳，它终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终不改变。它不改变。云上太阳，它终不改变。它不改变。弟兄姐妹，音乐牧师邀请你闭上你的眼睛，站立在神的面前，享受在主里面的爱。主已经赦免、医治，主应许与我们同在，他甚至将那美物给我们，就是圣灵，成为保惠师，使我们的心，纵使遇到这样子新冠状病毒的这个灾难，使我们可以从中更认识这位上帝。我们心中或许有时候会想，主啊，你在吗？主啊，你在意吗？主啊，你真的是有办法，是全能的吗？我们谢谢主，今天大年初三，再次用103篇，这里面有3个3，我的心啊，再次对我们的心说话，再次用我们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神是慈爱的神，3次用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应许，又真又活。只要我们活出是敬畏上帝的人，我们有错到吗？我们有敬畏，我们有发抖吗？可能不是因为害怕让我们发抖而已，而是我们臣服，我们愿意臣服在这一位全能上帝的里面，说主啊，你来，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愿意来相信你与我同在，你永远都不改变，使我心可以自在，我就惧怕不在。谢谢你，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回转向小孩，因着你的圣灵的帮助，使我们也可以回复像小孩子。我们再次说，主啊，愿你带领我，带领这一生一世跟随你。愿主耶稣基督拯救之恩临到你们，以及临到你们所关心的家人、亲戚、朋友。因为主耶稣的救恩是使人可以得着那永远的福乐，上帝永远不改变的爱，带来完全的医治，使人跟神、跟家人、跟自己来复合，成为我们的支持。别人不支持我们，但是主你只要你支持，主你说了就算。主啊，你也必引导我们在十字路口中，使我们真知道你的心意，我们愿意来跟从。亲爱圣灵，你保护我们，与我们同去，使我们在这个今年整个年，主啊，我们活出爱。主啊，因着圣灵的带领，主，我们活出那云上的太阳的盼望。虽然我们在日光之下，什么都会过去，但是我们相信这位永恒的上帝，使我们天天喜乐平安有福气，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要来欢呼哦，好不好？一起，我们用我们的掌声来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战胜黑暗权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庆贺。主你的生已复活，你要震动
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旱地，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神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必赐平安，必赐福这地。你必赐平安，必赐福这地。今天我们的礼拜就到这里，祝福大家平安福气，平安。